一直以來的常識告訴我們，人的正常體溫大約是37攝氏度，但為什麼身邊所有人的體溫都不到37攝氏度呢？斯坦福大學醫學院教授朱利柏森內特 （Julie Bassett） 和他的團隊剛剛發了一項研究成果，發現自19世紀以來，成年人的平均體溫在持續下降。不到200年間，下降了0.4攝氏度，從37攝氏度降到36.6攝氏度。37攝氏度已經成為歷史體溫下降並非好事。前幾天看過一篇關於蝙蝠的文章，也不知道是否權威，但是可以對大家進行一些啟發。病毒學解密：蝙蝠為何能把上百種病毒封印在體內？根本原因很簡單，因為它會飛。看過的朋友都知道，蝙蝠免疫系統強大，很大程度上是因為它們體溫能保持較高的40攝氏度。研究顯示，體溫每降低1攝氏度，免疫力就會下降30%以上；體溫每升高1攝氏度，免疫力就會提升5到6倍。這麼看的話，蝙蝠的免疫力大概比人類高幾百倍，怪不得蝙蝠百毒不侵，還不會得癌症。為什麼體溫降低，免疫力也會隨之降低呢？眾所周知，體溫是和基礎代謝率掛鈎的，體溫每上升1攝氏度，基礎代謝會提高13%。體溫過低可能意味住代謝不好，反之，基礎代謝率低，體溫下降，血液流速放緩，白細胞的工作效率也隨之變低。慢慢悠悠的白細胞很難在第一時間發現異物，即使發現異物了，也很難迅速召集其他白細胞來消滅異物，導致機體容易感染病毒和細菌，引發疾病。此外，白細胞不僅能抵禦外部病毒和細菌的攻擊，還能監測到體內的癌細胞，及時把癌變細胞殺死。其實，即使是健康人，每天體內也會產生約5000個癌細胞。如果其中一個躲過了免疫系統的監視，幸存下來，很快就會1變2，2變4，4變8，最終演化成腫瘤。